Hello，今日係星期五啊，咁今日我係休息嘅，但係今日我今日我頹廢咗半日，我今日差唔多下晝3點半我先出街，3點半之前呢，我都係瞓喺張床嗰度睇片同埋瞓覺。係因為好似覺得自己有啲病地，有啲鼻水，因為最近都天氣凍咗啦，所以就唔記得去換翻被。咁啱先我就換翻張厚啲嘅被，咁聽日應該冇咁易感冒嘅。咁今日咧，我想講嘅主題咧就係天賦。咁每個人都好渴望揾到天賦啦。咁其實有幸運嘅人咧，好早就已經知道自己天賦係咩啦。咁天賦亦都有可能係人哋講俾你聽嘅，或者係你自己熱愛嘅一件事，咁啱好又有天賦，因為你學得比人哋快。而我咧一直以嚟我都唔知我自己嘅天賦係喺邊度，而且我仲係好努力咁尋找我嘅天賦，直到有一日我上健身班，阿 Sir 話我有力量方面嘅天賦。咁當日點解佢覺得我有力量方面嘅天賦咧？就係我推100kg。而且深蹲亦都可以做到90kg， 90幾 kg 好似。佢就話我有力量天賦，即係我唔係好大隻啦，我又唔係好重嘅情況之下，我嘅身高係1米78左右，66kg 就可以我推到100，其實真係幾犀利。所以咧，阿 Sir 就同我講，如果我真係想向嗰方面玩落去嘅話咧，首先我嘅體重要增重先啦，跟住之後咧，除咗食嘢之外啦，咁你一定要做翻多啲運動，咁先可以代謝得好啲，吸收得好啲，同埋個人顯得大隻啲，力量都會有所增加。所以今日夜晚我9點鐘上最後一堂健身課，咁下個月我就冇報到，因為我報咗音樂課。咁到3月份我希望可以抽到時間可以去報啦，因為下年1月之後咧就係去 Beauty 嗰度做嘢啦。咁唔知到時候監排嗰方面係點？希望可以就到時間啦。希望可以就到時間，咁就可以同阿楊婉婷去操。咁前提下咧，如果我真係想向嗰方面發展咧，係我自己嘅主動性係真係要有先得咯。因為其實教練還教練，佢就係輔助你嘅。你真係想向嗰方面發展咧，就係你要自己去鑽研，你自己去行動，多啲一嚟啦，你嘅體重增加啦；二嚟啦，譬如今日楊婉婷有同我講，我聽個胸要大啲，同埋嗰個胸椎嗰度咧要靈活度要闊啲，咁我落去嘅時候推嘅重量就會更加大。同埋多啲上網睇舉重嘅一啲方法同埋知識，跟住仲有學下健身理論同埋瘦子增肌飲食嘅一啲影片。
咁今日我最大嘅領悟就係呢一方面啦。咁我知道自己嘅天賦，原來我天賦唔係語言方面，亦都唔係數理化，同埋文學方面，而係力量嗰方面。咁我係咪真係要喺嗰方面去努力咧？就睇我之後點樣去即係時間嘅分配。咁同樣，因為我一直以嚟咧都係好想自己身體健康啲嘅，即係會注重養生嘅人。點解注重養生嘅人係因為自己唔夠健康，所以咧就想透過養生令到自己健康啲。我亦都會去做氣功。今日第一日做完之後，哇！成個人好攰，又腰酸啦，跟住之後又眼瞓，所以我今日就瞓咗好耐啊！食完飯又瞓，同埋咧今日特別多負面情緒。我要解決我呢個負面情緒先，一切嘅嘢，我覺得心態係最重要咯。如果我譬如心情唔好，狀態唔好，情緒唔好，其實任何嘢，我覺得一連串你 plan 好咗幾多嘢做都好，你吸收率或者你輸出去嘅嘢，譬如我講嘅嘢都係唔好，所以咧首先要我揾到個方向。譬如我一有負面情緒，我就要立刻做啲咩就可以解決到。第一，我而家諗到啦，就係唱歌啦。第二啦，就係透過今日無意中碌到一個文章啦，就係話紫微斗數入邊，如果甲年生嘅人咧，大多數都係有粒太陽星係化忌。太陽化忌嘅話咧，就要多啲曬太陽，就補充翻太陽嘅能量。咁之後我都會去多啲出去曬太陽啦，吸收翻大自然嘅能量。但係我之前都有曬太陽嘅，咁的確曬咗太陽之後咧，成個人嘅狀態真係好啲。但係唯一注意嘅係咧，要做好防曬啦，面部防曬，其他手腳啲唔使理㗎啦。所以今日嘅總結就得出天賦係咪自己係有嗰方面嘅天賦咧？係咪真係願意花時間向嗰方面努力咧？跟住第二啦，就係心態好重要。你自己平時情緒唔好嘅時候，應該去揾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嘅情緒同埋狀態快啲翻嚟。跟住第三就係揾到一啲令到自己增加活力嘅方法，就係曬太陽。好，今日就係分享呢3點，最重要嘅就係你要諗清楚。如果我真係去天賦嗰 part 嘅話，我身材應該到時候會見到我隻手個手臂應該咁大，因為我要至少80kg，你想像下，到時我塊面唔係咁瘦咯，塊面到時咁長噶咯。OK，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係咁啦，拜拜。